于途居然单独带我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皮肤攻略成功。妹子，你送我2个皮肤。不要激动嘛，我也收到了。呦，me too 啊！大神们求带！必须的，这辈子还没人送过我皮肤呢，而且还是个妹子。小姐姐放心，龙王哥哥带你飞，开！哎，宇哥，怎么不穿妹子送的皮肤呢？我没有。哎呀，于途啊，你也有被妹子排到过最后的时候。哎！于途，你卖我！合理撤退。放心吧，蓝我拿到了，这一波不亏。还和以前一样欠揍。哎，于途，我约了个朋友，算上咱们4个一起5排上分，来不来？随便。妹子，打完这一局，我们要去打排位了。等明天再来陪你玩吧。啊，不能带上我吗？你也排不了啊。你排位好像没开吧？哦，对哦，我好像没打过排位。抛弃我，我的6个皮肤终究还是错付了。这妹子是不是不知道游戏结束之后不退出房间是有声音的呀？哎，要不你带带她，我再拉个人5排，反正你也不爱排位。拿皮肤的好像不是我吧？这样，要不你赢1局，我就不是赢2局。我就做1天家务，怎么样？于途居然单独带我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随便玩玩都能赢你。Shut down， Unstoppable， Double kill， 东风破 Triple kill， ，Showtime， Legendary， Quadra kill，Victory， 万头齐力 ，Shut down，3、2、1，Quadra kill，Penta kill， 太爽了 ，Victory。结算一下。你这也太禽兽了吧！我才上了4颗星，你都赢了10几局了。1周的家务